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来看台北市公馆的圆环啊，爱拆还是唔通拆，已经争议真久了。台北市政府是决定讲，这礼拜来返点哦，就要开始拆。公车专用的地下道会先甲伊囤好平，再去甲圆环啊拆掉，爱算11月16日会当完工。也毋过哦，在地议员、有里长、甲民间团体已经有真侪届拢表示反对，嘛批评市政府拢讲袂听，是硬要拆。今仔暗时开始，伊嘛发起修复圆环的活动，要求市政府爱暂停施工，搁再进行协商。公馆圆环边啊，公车地下道已经围起来，8日0点开始将会进行第一阶段作业，人行地下道甲车行地下道分层囤起来，顺线带自来水管、电管也个电线管。第二阶段拆圆环的地上设施甲平面道路施工，感觉很急就章的做法啦，对啊，因为你没有一个完善的整个的说明规划。如果公车不走下面的话，它就等于要等红绿灯。我自己骑摩托车红绿灯都要等很久了。既然市府的团队已经决定做了，我们也就只能全力的配合。然后我们在交通黑暗期就自己要注意。按算工时要65天，交通一定会受影响。台北市施工处讲，施工期间原本行地下道的公车改行平面路段，路的容量一定会降低。建议用路人会当提早或者是分流。行政团体讲，伫拜五暗会到现场抗议，替保留地下道、保留圆环重新协商，替科学诉求4大诉求。蒋市府还是讲不听，一意孤行，决定要来做拆除以及填平哦。我们要求蒋市府应该要停止施工，并且来重新的协商哦。对抗议活动，市警局伫早起已经传好势，警车也伫现场抬兵，为了要减轻施工期间交通伤叹，交通局协调集运公司提出优惠，自9月13到10月底，尖峰时段旅客出入站若是上山新店线、万隆站到新店站之间，会当有票价3成的回馈，鼓励民众加坐集运。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早起出席三军士官联合开学典礼。总统伫致辞的时讲到讲，台海情势紧张，和平无可能干那靠白纸黑字的协议，着爱有实力，才有真正的和平。另外，针对中共的航空母舰福建号进前驶过台海，解放军嘛已经证实，咱国国防部是强调讲，咱全程拢有掌握。海军官校，甲新生做伙比战力强的手势。总统赖清德10日出席三军士官联合开学典礼，致辞的时阵讲到，国际社会真关注台海和平稳定，只有透过实力得到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和平只有透过实力获得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和平不可能靠让渡主权获得，和平也不可能靠一纸协议就有办法达到。真侪少年囡仔来读军校，老总统嘛鼓励因要认真学习。伊讲，士官是部队的基骨，嘛是官兵沟通的桥梁。本人喜欢团体生活，也同时的很享受当带领同才一起完成该完成的事项所获得的那份成就感。国军有新人加入，持续加强部队的实力，反制中国军事扩张。解放军打造第3架航空母舰福建号，传出特别成军。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发布，福建号甲2架驱逐舰11出现伫钓鱼台西北边，差不多200公里的海域，向西南方航行。解放军10日证实，福建号顶一日通过台湾海峡去南海进行训练。有关中共福建号航舰通过台湾海峡，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全程掌握，并且适切应处。针对福建号头一届通过台海，引起区域局势紧张。解放军讲无针对任何特定的目标，也让咱国军全程掌握福建号的动态。学者观察，福建号若成军，短期内也无法度成做战力，未来两方若发生冲突，会负责阻挡美国军舰介入台海。美军的那个第3舰队跟后续的增援，当然是说后续来援台的核心战力。所以他如果能够阻止这里的话，阻止这些增援兵力的话，对我们有没有影响？还是有，只是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影响。
陆委会主委邱水正访问美国，伫驻美代表朱大雷的陪同之下，拜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下党派的成员，双方讨论反制中国统战假资讯的行动。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强调讲，会支持台湾的民主甲自由。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党主席特别改选已经有真侪人表态要参选。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嘛强调讲，伊个的苹果若发到选赢伊才会参选。嘛佮传出讲，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嘛想要参选，也毋过伊捌互开除党籍，恐惊是无资格。鲍坤基今仔嘛强调讲，伊目前是无拍算也毋过有真侪人拢鼓励伊参选，即几天伊会好好思考。有意愿参选国民党主席的前台北市长郝龙斌，虽然还未正式宣布参选，不过面对互人质疑可能不利南北整合，12日上公布，搁再为南北合加温，讲有真侪民众党的人对伊释出善意，不过伊嘛表态，只有把握会赢才会参选，讲若当选未兼任地考党市长。民众党的公职人员，包括地方的主委，包括议员，甚至包括立法委员，都对我释出善意。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传出有意愿选党主席，不过2009年捌因为脱党参选花莲县长，和当时担任党主席的马英九开除党籍，恐惊无法得到参选资格。鲍坤基讲也无想要参选，不过这几天会好好思考。我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来劝进，以这个立法院党团呐，这个是首要的任务，让子弹飞吧。若要变党主席的国民党立委罗志强选择搁出册要为党内装资金，另外一个坚持选到底的陈立文是继续清业之路，去拜会前行政院长陈冲。我还没有当主席，事实上我就已经用尽一切的力量来去为党为我的同志来分担粮草的压力。未来总统的提名在党内不能够私相授受，在蓝白合也是一样，要有一个公平的机制，才能够心服口服。国民党主席改选有意愿的人真侪，15至19会开始领票登记，10月18就会进行投票。记者采访报道。来关心桃园地检署侦办中科院屏东的九坪基地智慧型监控系统的标案资料外流案锁定接未少政府和军方业务的达运工程来进行调查。检察官当时以当事长陈必生等人罪嫌重大，有串口径灭证的疑虑，申请羁押禁见。今下一步就会开羁押庭。最近中科院发现有一位姓林的技术师，敢若是泄露中科院屏东九坪基地标案资料给厂商，检验认为并不是单独的行为，可能有特定厂商或者是人员受不当利益。调查发现是达运光电。2012年，台运成立子公司专责海巡署的雷达。台运经营的理念是业界顶尖，企业长青，技术自主。跟留台湾，这件案件涉及偏远园区智慧型监控机关系统的网电基础工程标案，牵涉国家安全。德辉光电长期承接政府加军方标案，是设立几多项加国防、海巡、智慧监控等相关专案的上市公司。检验伫吹查搜查查考相关证物，通知当事长等人到案说明。2个名被告经检方讯问后呢，认有涉嫌泄密及这个背信未遂等罪嫌。那有串证灭证之余，那向法院申请羁押。达运是从50万，我跟总经理我们开始起家，开始创业。今天站在这边，代表我做到了，未来一定会更好。我对社会要有责任，对环境要有责任，对投资者要有责任。我相信，在我领导之下，我一定承诺要做得到。明年一定加薪。接几多项政府加军方专案款凭业务的德辉光电，最近的股价袂歹，不过伫传出军工产品营业机密，敢若是出状况，涉及到国家安全。11个股票实行盘停，12开盘搁再跳空锁盘停。不过德辉光电发重大信息讲，会全力配合调查，强调营运甲财务拢正正常，对公司财务业务拢无重大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姓区的富人人，互诈骗集团骗超过400万，因厝里的人真唔甘愿，想讲要甲这个车手骗出来改驾驶哦。结果车手出来发现唔对，车驶的特别酸，这个富人人的查囝就趴伫嫌犯车的引擎挂顶头，实在是真危险哦。也唔过警方嘛是抓到这个车手该上班。
行车记录器翕到头前靠弯过来这台银色的轿车，因的外顶头竟然有拍一个查某人。对另外一个角度看，轿车把架速度放慢，想要改后来，因过伊手慢条条歪放，命车过吹油门向前驶，真危险。诈欺集团常透过网络散布高获利讯息，并诱使被害人加码，直至领不回时，使之受骗。如遇有犯罪行为发生时，应迅速向警方报案，切勿事后施行正义，避免处罚。拍伫咧伊林县这个查某是互诈骗集团骗的姓区的份的人，伊的查某囝，因为互诈骗集团骗投资虚拟货币面交3遍，互伊骗400多万，11暗甲4、5个车主骗财，想要甲伊驾死，对方看办事唔对，要驶车逃走，查某囝拍去伊林县要甲伊挡，互伊拖1公里受伤。本分局于本月11日下午获报，已有诈欺车手驾车逃逸，随即启动拦截围捕。20分钟内迅速查获涉案之吴姓男子。加上报完了，警方依照线索，伫20分钟就抓到4、5个查某人，伫车内查到毒品，依照涉及毒品、肇事逃走、公共危险、毁损加诈欺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记者综合报道。即卖诈骗集团为着要突破银行甲警方的警戒，手段嘛愈来愈多。台中市有一个民众，互诈骗集团骗去银行汇钱哦，佮爱伊绝对唔通假讲话，无投资就会失败。佮有一个民众去拄到交友诈骗哦，诈骗集团佮教伊讲爱安怎骗银行，才会当顺利把钱汇出去。我知道那是你的钱啊，可是我们也是因为诈骗太多，我们关心你一下。现场银行的行员甲警察拢真耐心问这个姓郑的民众，讲这钱是要汇去倒位，有啥物用途？不过伊就是无愿意说明。警方顶一日接到西屯区一间银行的通知，有一个姓郑的查甫人讲要汇43万，不过看着真紧张，讲话嘛讲袂清楚。经过警察甲伊考劝，伊才讲是加入投资的群组，不过无愿意提出甲对方的对话，一直到警方通知因牵手到现场，确定伊就是落入去投资诈骗的陷阱。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不要汇啊。一名邓姓男子疑遭投资诈骗，对方声称天机不可泄露，要求隐瞒汇款用途。因来台中另外一个民众拄到交朋友的诈骗，对方佫教伊安怎骗过银行的行员，才会当顺利汇款。汇款给不同人，然后还要给你汇款的名目，还要叫你强硬一点。我撇除你前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后半段就不对了。这个民众迄天去银行要汇30万，用途讲是要买保健食品，不过要汇互啥物人，煞是讲袂清楚。一直到警察去现场了解，伊才讲是加入约会交朋友的网站，若是要约会，就要先欠钱入去。诈团更细心指导受害人如何应付银行关怀提问，深入了解后，该汇款账户甚至已被列为警示账户。加在这个民众有听口劝取消汇款，根据台中市警察局的统计，台中市今年1月至6月，就有14000多件的诈欺案，已经要挖113年规个年度案件的数量，呈现10倍成长。其中以投资诈骗占上济，对方若是要求要暗砍汇款的用途，大部分拢是诈骗，提醒民众都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由于恐怖攻击发生24档咯，昨纽约市的双子星大楼、各5角大楼等所在，拢有办纪念的活动。总统川普嘛警告讲，任何想要攻击美国的人，拢会受到惩罚。美国欢迎的大纽约市11暂停活动。伫优美的乐声中，国旗进场到下城的国家9·11纪念馆，纪念24年前伊斯兰激进分子劫持客机，让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星大楼甲国防大楼的悲剧。罹难者家属伫追思仪式读出2977个受害者的名，几多千个民众也有参加。纽约市甲纽约州的大家长也有政要也拢有出席。川普总统是出席国防大楼的追思仪式，因为伊的重要盟友可可进前拄到攻击，枪手也未抓到。为着安全，场地为户外纪念碑改造国防大楼内的深井。川普宣布对正可可总统自由勋章，也就抓讲要毁灭任何攻击美国的敌人。If you attack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 will hunt you down and we will find you. Go all over this sometimes magnificent earth.We will crush you without mercy, and we will triumph without question. 迄天伫宾州的桑克斯维尔，还有另外一场纪念仪式。伫纪念迄天勇敢出来阻止劫机者的联合航空93号班机顶40个乘客甲机组人员。
民众伫飞机落来地点默哀卡乡纪念钟，读出罹难者名单，搁献花箍。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当初美国的9.11恐怖攻击，飞行机往纽约世贸中心的画面哦，看过都无法度忘记记。这场恐怖攻击对全世界的反恐战争有正大影响，那么做回来了解。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市一个好天的拜日，真侪民众像平常时啊同款去世贸中心上班，到早起8点46分，有人发现情况敢若无对同。The lights in that room flickered. We couldn't see anything. We didn't hear anything. We didn't feel anything. It was just this flicker of lights. 这只是需要大灾难的开始。一台为波士顿起飞的民航机，互恐怖分子劫持，弄到双子星大楼的北栋。较无20分钟后，第二台飞机搁弄到南栋。真侪办公人员吊伫关楼内无法度逃生，地面原有真侪人行喺大楼倒去，伫车路起卡撞。啊，搁有一台飞机弄到国防部的5角大楼。第4台因为劫机失败，落伫宾州的空地啊。飞机互人当作炸弹使用，全世界民众无论是现场看到，还是透过电视看到，拢感觉真惊。 From where I was in the street, I could see the tower being just enveloped in a cloud of smoke. It was as though it was a magic act. 连续的攻击事件造成2977人死亡，其中真侪人伫世贸中心工作，抢走因的亲人，甲真侪活着的人，一世人无法度消灭的阴影。 Terrorism against our nation will not stand. And now, if you join me in a moment of silence. 到尾啊，美国政府确认这件事件是由宾拉登所领导的间谍组织犯案，主要受到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庇护。所以当年10月，美军就出兵去阿富汗，展开20年的反恐战争。On my orders,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has begun strikes against Al-Qaeda terrorist training camps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of the Taliban regime in Afghanistan. 24年后的今仔日，当年双子星大楼的位置已经重建为纪念碑甲博物馆，互人哀悼。也有搁较侪人用无同款的方式来纪念这件悲剧。像讲今年伫纽约有几多千的志工做伙甲食物装做茶仔，分散予经济弱势的民众。公司新闻尤派准编译。 再来看巴西前总统波索纳诺，因为不满2022年大选的结果，暗示要发动军事政变，卖西人民众出面来指控选举作票。11是予最高法院判27档3个月有期徒刑。也毋过美国总统川普是俄勒讲波索纳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总统，佮讲这对巴西来讲哦是一个正落的判决。 巴西前总统波索纳诺伫2022年10月总统大选竞选人员。 摕到49.1%的票声，输予对手现任的总统罗拉。罗拉的得票率是58.9%。波索纳诺不满选举的结果，和这个负心盟友计划军事政变，想要推翻罗拉的当选资格，所以，予最高法院5个法官内底4个投票，裁定有犯叛国罪甲政变阴谋罪，共判27年3个月的有期徒刑。现时70岁的波索纳诺，恐惊后半世人拢爱住伫笼仔内。 Não há a menor dúvida que ele é condenado. Tanto é que nem pelo plenário seria julgado. Tem uma turma específica onde Alexandre de Moraes tem uma certa ascendência dos demais. Então eu não tenho dúvida da condenação. 路透社讲，波索纳诺几两摆伫社群平台甲公开演讲内底散布选举作票的言论，煽动群众。 而且伫2023年1月吹背大暴动，几千个支持者冲入去国会甲最高法院，损坏建筑甲文物，阁想要烧掉司法物件，互国际媒体讲是巴西版的国会山庄暴动。毋过，有民众替波索纳诺抱不平，啊那波索纳诺盟友的美国总统川普对此感觉意外表示不满。Well, I watched that trial. I know him pretty well. Foreign leader. I thought he was a good president of Brazil. And it's very surprising that could happen. 川普直直强调，波索纳诺是一个出色正直的前总统，而且这对巴西来讲是真老的判决。另外，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嘛讲，美国会对巴西这种不当的行为做适当的回应。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法国总统马克宏任命的新总理勒可卢，上任的头一天哦，就有一场25万人全国性的反政府示威。 抗议的人士是封锁交通基础建设，让政府机关无法度运作，嘛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头一天哦，就有300多人，被警方抓起来。
透过网络社群媒体串联的超强相款马克宏运动大风扫，七十就像野火共款，曾经伫全国各大城市以400多种无同的形式伫街路扩散。巴黎、马赛、波尔多、蒙彼利埃几个大城市的游行队伍人数拢达到几啊千人。抗议民众以封锁交通、基础建设和政府机关无法度运作的方式表达不满。当局动员8万警力全力戒备，替公路交通的中心欧洲之星停靠的巴黎北站有瓦千名亡命的示威者，甲警方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Je suis arrivée à 6h du matin et j'attends que le gouvernement tombe et que Macron dégage. 这一日拄好是新旧总理勒克努瓦贝胡伫总理府进行职务交接的日子，就任命头一日就出现25万人规模的全国性反政府示威。勒克努伫随时表示，会以创新的方式处理艰难的政治局势。国民议会有上侪色素的单一政党极右派国民联盟并无认同。其新总理人选充分显示，马克宏只会伫同婚站内底固守，有言这又阁会是一个底命内阁。Le nouveau Premier ministre, par ses responsabilités passées, a applaudi à l'ensemble de la politique d'Emmanuel Macron depuis 8 ans. Donc, nous sommes sans illusion sur ce bail précaire. 法国去年的财政赤字占 GDP 的5.8%，是欧元区上悬，借贷成本一路升悬。10年期公债息利率挖近意大利是过去毋出现过的情况。国民议会内的3种主要政治势力对于这部规矩要安怎解决，拢有家己的坚持，而且拢无变样。上次民调显示，61%派选民赞成解散国会重新改选。那一旦改选，国民联盟以33%的支持率稳稳坐第一。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陆委会宣布，公务人员去香港、澳门拢爱事先来通报。那接触特定人员嘛，爱主动通知。明年的7月1日开始，那违规就会处罚咯。最近教育部嘛发公文给大学，呼吁着唔通宣传接受中国招待的交流活动。阁有一个伫网络直播的台湾查甫人，伊甲伊的台湾护照假掉。陆委会是讲这人是走路去中国诈骗的通缉犯。我爱中国，我说减就减，我没有在客气的。那家那要求观众爱起赞，带伫对话，家己讲是台湾青年的直播主应志宏，找到伫中国社群平台加台湾护照，佮讲家己早就放弃台湾籍，毋是台湾人嘛无差。结果去互陆委会讲，伊竟然是通缉犯的身份。有啊，大陆身份证拿到了，在这里啊。然后刚拿到的热腾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这位应志宏先生，他现在是因为涉及诈骗集团以及洗钱的案件啊，由台东地检署通缉当中，声称自己是热爱祖国啊，然后放弃台湾的身份，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放弃。林文杰嘛，趁机会呼吁对方莫定定收容犯罪分子，不利两方正常交流。中共长期把台湾青年当作统战工具的重点对象。对方吉林大学今年搁再举办北国风情当年营，要招台湾学生囡仔去中国东北参访。教育部这阵仔就发文予全国大专院校表示活动牵涉单方面落地交代，呼吁莫参加也是转发宣传。陆委会阁讲校际交流应该爱对等尊严的原则。是不是有明确的专业交流主题的内容，还是只是吃喝玩乐？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以至于说去参加会不会触碰到两岸条例的一个限制哈？基本上学生不会。那老师也是相关承办人员有可能触发，陆委会11嘛正式宣布，依照行政院协定颁布的修正案，公务人员去港澳除了行政通报，完成人事裁勤的电脑作业，连做有会见也是联络特定身份的人员，嘛拢爱主动通知。香港、澳门向来是很多情报活动或是国安人员的活动的大本营，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公务人员都应该要有这样的警觉性。林文杰表示，为即马开始到明年7月进前，拢是宣导期。未来行政院人事总处会配合严定定处原则，若是有人无照规定，明年7月1日开始就会正式处分。记者采访报道。中国宣布，黄岩岛真做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和南海主权的争议搁再炭烧。
菲律宾外交部是表示抗议，嘛批评中国行动非法。北京是指出讲，黄岩岛是中国的领土，设保护区是为着生态的保育。咱国外交部嘛发声明，批评中国非法设保护区，嘛强调讲会坚定来捍卫咱国伫南海的领土主权。中国国务院最近公告，会伫南海中沙群岛有主权争议的权岛之一，设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引起主张有这个权岛主权的菲律宾抗议。菲律宾外交部讲，安尼先已经严重侵犯菲律宾的主权，会向中国提外交抗议。The Philippines urges China to respect the sovereignty and jurisdiction of the Philippines over Bajo de Masinloc. Refrain from enforcing and immediately withdraw its state council issuance and comply with its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中国外交部是重申，黄岩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设自然保护区完全合法，目的是要维护生态多样性。指责马尼拉伫咧半人，请伊莫阁吵这件代志，莫甲代志愈闹愈大。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早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中方不接受菲方的无理指责和所谓的抗议，敦促菲方切实停止有关侵权挑衅和肆意炒作。咱外交部严正声明，中国对黄岩岛的任何主张非法而且无效，希望各方遵守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尊重国际法。在地渔民团体批评，中国讲要保护环境，不过却是黄岩岛的破坏者，市场若互因抢去渔业资源的减少。Hipokrito sila, no? Hipokrito ang gobyerno ng China na may ideya pa sila na maglagay ng o deklara, no? Yung West Philippine Sea, lalong-lalo na yung Scarborough Shoal. 黄岩岛伫咧中山群岛，台湾官方正式的名号做民主岛。我郡主要航道渔业资源正丰富。虽然中国长期主张九大线权利，不过2016年海牙常设的仲裁法院就裁定，中国的主张无符合国际法。即马北京设立保护区，搁去卡着区域的敏感神经，恐惊会互南海的局势继续升悬。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再来看，尼泊尔政府封锁网络的社群平台，引起抗议，也造成严重的死伤。虽然目前已经较平静啊，也毋过当地是个继续宵禁，部分去佚佗的台湾人嘛受到影响。有人住在饭店受到损害，有人的行李拍无去，加在有伫当地台湾人来提供协助。车来来去去，路的有一寡民众伫行，经过真侪天的动乱，尼泊尔渐渐平静落来，无过烧车暴动的情形。不过当地也是继续宵禁。देश र जनताको लागि कहिल्यै पनि पछि नपरिकन काम गर्ने मान्छेको हामीलाई आवश्यक छ。尼泊尔的社群禁令引起Z世代抗争，准讲禁令解除也捌无法度平静，诉求超过社群解放，主要是体制贪腐，都令去当地佚佗的台湾人都捌亲身拄到突发状况。队团坐伫车顶，常常有当地少年人规定上车查看，每一个情绪激动，也互在场的台湾人难免紧张，烦恼家己有危险，好佳哉无妨挑战，也有人去当地爬山，住眠的饭店煞变这款。我住的饭店已经烂掉了。真侪头门破真大坑，饭店建筑受损，现场有封锁线，寄藏的部分行李拍无去。台湾人常常毋知要安怎，请朋友到大门求援，才联络到伫当地开旅行社的台湾人，顺利得到协助。协助他们开一些证明，然后也是有到那个观光旅游警察局那边去报案。基本上从慢慢的复原当中，然后到比较平缓了，在抗议的事件基本上就是应该是说已经没有了。观光署统计，去尼泊尔的国人即阵有增加的趋势。即届伫发生示威了后，当地旅行业者陆续伫带速甲交通协助20至30个台湾人，目前人拢平安。记者采访报道。目前中华电信湾团阁有台湾大哥大等三大业者5举食甲饱的方案上俗嘛拢爱上1000块，加数字比起来是贵真济。有立委就指出讲5举目前的信号阁真无稳定，所以会主动伫5举加数字来策划信号，所以是真了电因呼吁 NCC 和电信业者压力，嘛望讲中华电信会当带头降价。
人人一支手机仔的时代，民众用网络到底拢是选4G 也是5G？就没有感觉差距很大，4G 跟5G 差距很大，有需要多付那个钱。信号收不到问题，就会降速这样，对啊。有民众讲5G 的电话钱伤贵，品质其实甲4G 无啥差，嘛有民众讲伊用5G，但信号嘛无较好。有民进党立委拜五开记者会表示，政府对2020年开始推动5G 通信，到今已经5年，3间电信公司用户的比例拢无到4成，原因伫民众反映讲5G 伤贵，信号无好，而且真了电。品质还有价格，我们是到了我们要好好的来严格督促我们3家电信业者来处理。推动立委也批评政府对2020年开始补助5G，已经投入221亿，业者领补助，民众资费也是贵三三，要求主管机关要检讨，督促业者、鼓励业者继续去提出多元的智慧方案能够希望加强我们整个数位的这个通讯的韧性。立委表示，2030年台湾就要推动6G。立委要求 NCC 爱予电信业者一寡压力，嘛呼吁中华电信带头来降低资费，提高5G 用户的使用率。记者陈心东、林秀凯台北报道。台南的关电有4个天然气井，主要是供应关电工业区来使用哦。这个月7月开始，关电里、量电里的里面一人是当领1,400块的中油回归金。也毋过，沙河附近4个里的里面是真不满，有民意代表就来协调，明年有可能会扩大来办理。透早一个民众到关电区量本里活动中心讨论，主要因为今年矿业法修正了后，历经关电区头摆针对关电里、量电里4141个里民，每一个人会当摕到1,400块的回馈金。不过这煞引起其他里的不满，认为量本里、东西庄里等4个里冇影响到，嘛通加入回归的范围，引起地方讨论。这天然气的管线有通过我们龙本，所以呢，我们是要争取，以我们龙本为主，但是委员是说，都是周围4个里通通要纳入回馈了。有民代12召开会议，认为目前这机制也无足完善，要求经济部参中油爱检讨发放的办法，主张天然气管线经过所在，拢应该是回归的范围。我们今年会修正办法，就是连同管线还有它。直接在空照下来的范围，会扩及的地方，我们都把它纳入到我们这次回馈金的范围。我们会跟中油那边在先讨论，要求这些管线有经过或是影响范围，怎么去把它纳入关电区南62线沿线的4个天然气井，主要是提供给关电工业区，在已经厂商使用，2006年用到今，按算通用到明年。中油回应广线范围有必要去讨论，后续会去邀集地方代表，甲中央单位建议，定出一个较公平的办法。记者李松台南采访报道。来看桃园的清洁队员，今仔早起去到东部抗议，讲因本地一个人一个月拢有1万块的奖金哦。也毋过最近桃园市的环境管理处无经过协商就改规定，未来新进员工做同款的工课，就无一定有奖金通领咯。劳动部是强调讲，劳资双方就爱协商，才会当做调整，所以会请劳动局去了解。请劳动部立体基层队员。工会和桃园清洁队员伫劳动部头前大声发出诉求，因指控桃园市环境管理处伫今年8月修改清洁队员奖金的相关基准，原本每一个人每个月拢通领1万的奖金，但是新规定需按照工课内容来调整奖金。不过派工课是主管的权利，工课无同就影响到清洁队员的奖金。清洁队员批评这无合理，嘛有可能加做控制基层员工的手段。而这个清洁奖金占我们所有收入里面的2成，那这也就是这2成是许多队员养家活口的重要收入。这次的环管处修正清洁队奖金基准，把是否发奖金、发多少的奖金，完全摆在主管的调派之上。也就是说，今天的队员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全部都是由主管决定。
基层队员的设计被交到主管手里。工会指出，这个新规定适用伫8月30日以后来报道的新员工，各未来单位和工课有调动的人。但是适用原本规定的人，通常一个月通领1万的奖金。不过适用新制度的人，若准做同款的工课，所可能领较少。劳动部回应，这款影响到劳动条件的新规定，环境管理处应该先和清洁队员协商，目前已经请桃园市劳动局处理。我们也认为影响了清洁队员的权益很巨大。所以其实我们在昨天其实已经有立即的跟桃园市政府劳动局这边来联络，然后桃园市政府劳动局他也表示了，他们其实已经介入在协助处理了，在未经劳雇双方协商同意的情况之下，它是不能有不利益的变更。劳动部嘛强调，桃园市劳动局未来继续协助双方来协商，若是规定不合理，就要修改，才袂让清洁队员的权利受到损害。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桃园的滨顶区育达路、甲育英路这三车路口车祸是真多，交通局会勘了后，要来正式和指点甲导引线，嘛会定来画设标线来解释，望国当来减少事故。这巨型的路口，车来来去去，这是育达路、育英路的交叉口，是滨顶区二行里、公行里甲公达里的主要车路。附近有育达高中甲二行国小，上下课的时车多，学生嘛多，却无青阳灯。几廿年来，路口直直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故，很危险。怎么说？就是那个山脚那边，就是有些人就是速度很快，要装红绿灯，比较容易发生车祸。哦，很长哦。上下课的交通、游览车还有学生都是抢在一个车道上面。蛮常发生车祸是吗？几乎1个礼拜2件到3件，有大的也有小的。这个岔路就是没有标示啊，很多人骑车走路都会被车子撞到，所以这个发生车祸率蛮高的。根据交通局掌握，最近1年，报案讲有人着伤 A2 车祸1件，车辆载物受损 A3 车祸2件。不过民众讲，其实唔拿安尼，真侪较轻较细事故拢无报案，安全的问题并无解决。地方希望加设青阳灯这挂交通灯号。确认现场一些改善的范围，还有改建的位置，那并请离办公处协助取得地主同意书。交通局表示讲，会勘了后决定伫路口加设行车甲过路人的灯号、引带线，佮定位清晰的过路线甲慢过线，重新调整路口的形态，有效分流车流，保护过路人的安全，改善事故的地点。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吉安乡本社场昨中昼大火，今仔早起火势才受到控制烧到12点钟，嘛造成花莲北区空气污染的指数超标。这嘛是半个月来花莲第2届发生本社场火烧了，互民众是真怨叹。这是在中昼吉安乡本社场火灾发生的时阵，消防人员赶到现场，随由水线灌救。当时火云对南方吹起受风向，到暗时火还未拍花，暗过方向是该吹北平。花莲市吉安乡民拢会当闻到真插片的塑胶味。那因为平常都是资源回收站置，所以大概夹带一些可回收的物品。目前还有2处温度比较高的部分，那我们也持续请怪手开挖，然后并持续的洒水降温。因为2礼拜前花莲市的本社场嘛捌发生火灾，拢互人认定是高温还是臭气造成家己烧起来，这也凸显本社场蹲坑的方式是不是正确，也甲气化量敢会伤过慢这个问题。垃圾超量堆置，然后没有适当的管理的状况下，沼气产生这个燃烧，其实是必然的了。我们的花莲县政府应该要去思考，好，我们的垃圾去化量不足的问题，怎么去彻底的解决？环保局讲，花莲北区的粪扫已经囤差不多8万外吨，还未送去台年气化炉烧进前，大家拢是囤伫高乡镇公所的粪扫场。不过台年大家刚来当处理200吨，气化速度要安怎变紧，甲粪扫蹲坑的方式拢爱检讨。最近呢，我们也跟台东那边做了一个协调，陆续协助我们花莲来去化一个垃圾。我们还是会再提醒各公所沼气的问题。那这边我们就还是请他们还是要做日常的管理跟监测。若是空气污染，根据环保局的资料，火灾发生的时阵，伫火场4周围的空气有分达到每立方公尺有200微克，目前已经降到安全值。不过因为火还未完全拍花，提醒附近的居民，水暗挂好，窗仔门爱关起来。记者采访报道。
保利达比威士忌这款饮料的酒精浓度是有10%哦，嘛算是药酒，唔是饮料，所以只有药局会当卖。也毋过高雄市政府所查到有袂少槟榔摊、佮柑仔店拢违法伫卖，上济是罚款200万哦。伫工地工厂石头做到一半，看到有人甲保利达比泡水料摕来啉，真侪人会啉保利达比甲威士忌这款饮料来提神增强体力。柑仔店槟榔摊，即马拢做够了啊，所以就买无啊。有啊。不过，市府讲，这两种商品只敢会当伫咧药房卖，杂货仔店甲槟榔摊拢袂使。药局跟那个槟榔摊比较多。哦，因为市府有说槟榔摊不能买啊，你知道吗？因为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喝啊。市府讲，保利达比、威士忌酒精浓度拢到10%，如果加当归、人参等青药的萃取液，算只是用药，只敢会当伫咧药房卖。因若蛮牛、康贝特这款商品，因为无酒精，或者是酒精浓度无到0.5%，算食品类机能饮料，会当伫一般的店卖。去年查到21件违规，槟榔摊上济，过来是杂货仔店。今年顶半年也查到7件。是拢是工地咧使用较济。所以拢会甲你带到保特瓶内底，以用去用掠的。113年共查获21件违规，采取金额为63万元。114年上半年度再查获7件违规。实际去4间槟榔摊问，因拢讲无赔，严姑也讲定有人起来问。啊，因为那个是药品，啊，然后槟榔摊、杂货店都不能卖。但是还是会有人来问，对不对？对。市府讲，若无药商许可证卖这种药品，是违反药事法，相关会当罚200万，以后会继续稽查，请民众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国光客运这个月开始，台南、高雄、佮屏东等各道路线拢停驶了，换通联客运接手哦。婚礼的乡亲是无法度继续伫西里转运站坐车，就爱去交流道的边仔单车，真袂方便。伫地方民意代表协调哦，即马有部分的车帮是会当去西里转运站接送乘客咯。这个月初8，国光客运无过西台南、高雄甲屏东这块各道的路线，所来就交予通联客运站。因过因为通联客运坐车的所在伫西里交流道，无经过西里转运站，民众真无方便。即马相关单位在桥。西里变工所是希望讲通联会当进驻转运站。啊，目前呢，他们是因即马当然是解决到这个北部的部分呢，因有承诺讲大概北部的部分因会先解决。伫咧南线的部分，因会等于做演绎啦吼。然后伊也搬来遮，其实我嘛私底下有咧讨论讲，看通联的过来。这样搭车会比较方便。对啊。未解决问题，地方的民代邀集相关单位来研究讨论。通联客运讲，以后自混林4号发的上北的车，会驶入去西里转运站，不过路南的车即马还佫伫咧研究。总共有18班的班次，有是毋是有这个跳班的方式，会当入到这转运站吼。我们也尽量考量民众的一个需求，我们会再跟公路局这边来演绎看看，有没有办法我在西螺地区在云林地区其他的一些路线可以调整进西螺转运站来做服务。公路局讲，即马针对包括提供接驳、调整路线等方向伫咧讨论，按算3礼拜就会有初步的结果，也研究奖励措施，吸引更加侪客运业者来走这条路线，互民众坐车较方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县第3个正甲市办大树叶文化节，今仔开始连续3天哦。因为传说中乾隆皇帝捌输大树叶换龙袍，所以今年嘛为大树叶定做龙袍，咱做伙来看卖。出生归大事有默契。公路了后，第3大树叶文化节正式起稿。南投县第3正甲市福西观音大树，祖标伫嘉义民雄，是祖标认证的第1分灵，甲担有167年历史。为了带动地方产业发展，正甲市推动第3大树叶文化节。活动对10日开始连续3天，尾仔嘛阁有61个照景活动。每一年的大树叶祈福升天全国信众拢会来到现场祈福祈福升天就是甲祝福大家甲这个无好的早走。大树叶文化节上重要的就是10时暗时会办理大树叶祈福升天仪式。正甲市指出，这个仪式是代表大树叶伫普渡期间维持地树的任务完成，而且相传乾隆皇帝捌输大树叶换龙袍。
今年文化节就照组表传统，第一摆为大树爷定做龙袍。伊会互我升天非常的庄严，大家嘛翕相翕到迄个大士爷升天的奇迹，让所有的普渡都能够平安。那最重要的，蓝主委这边也希望透过我们宗教文化的活动，可以带动地方的产业。文化节这3天嘛，规划有1公里长的美食街和济的艺文团体表演，最后1天还有拔杯比赛，嘛希望招民众做伙来体验地方的民俗文化。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2049年科技发展会是什么款呢？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的太空教育馆就推出2049年马祖辽月太空站的展览，以台湾民间传统信仰马祖结合画册甲晶片，要让观众通幻想来体验未来科技的发展。甲要分享的文字甲图片，透过 QR code 连面就当显示出来，这是模拟未来太空站的科技艺术作品，边仔佫有用数字代码来注释的艺术体验。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的太空教育馆，为9月12开始，配合国科会的精创人文计划，来举办2049马祖世月太空站的展览。那这个造型的来源，其实是在1960年代的史丹佛大学，他们去设计，假设我们的人们可以到外太空去做生活的话，大概会是怎样的造型？这个展览本身做的是一个推测性的这样的一个预想。一种推测性的这种想象，说未来30年之内，台湾人如果有个太空站，它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国科会精创人文计划邀请7组艺术团队，透过 AI 的天文摄影、天气直播、感测活动等等的科技设备，希望在科技研究的创意当中，增加人文甲艺术的角度。它本身是从2049年为情境的背景，然后透过科技艺术、人文思维，让大家能够了解说，那如果未来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今天的精创产业，它到底要怎么样去设计？结合传统宗教当中仰望国泰民安的精神，希望互看展览的民众，唔但了解台湾晶片发展的成果，嘛为这当中感受对未来的想象。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中华鹿港有一个少年人王基凯，有一个台语的 podcast， 用台语来小解文学、音乐。访问各行各业专业的人士，真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哦，嘛入围今年的广播金钟奖。伊讲入围就是对伊真大的肯定，未来伊嘛继续用鹿港腔的台语讲万事万物，互大家听。大家欢迎收听阿凯亚之声的 podcast。拍开录音设备，用线派鹿港腔主持 podcast 节目。伊是阿凯王基凯，用台语咧讲万项台，小解文学、讲音乐，访问各行各业的高人。其中台湾当代出版计划单元是王基凯参3位鹿港好朋友同齐合作的计划，嘛来入围今年广播金钟奖 podcast 艺术文化节目奖。这种语言来讲，这个电台伊本来咧收听的族群就较少，啊，我咧讲的这个资讯嘛较冷门，咧讲这台湾文学，咧讲这个鹿港的大大小小的代志安尼，豆豆开始有家己的听众，甚至是这边咱入围这个广播金钟奖，我感觉讲非常非常的意外嘛，感觉非常非常的感恩啊。唔捌做过 podcast 嘛，唔捌做过广播，但是我感觉迄是一个你家己的声音能去用听到的所在。无熟悉的朋友还是熟悉的朋友，伊听完会甲我讲因的感想的时阵，我会感觉哇，原来阮咧做的代志是可能对某一些人来说是有意义的。王基凯为2016年就开始伫网络用台语讲万项事，2021年正式成立 Podcast 频道，请头干那一个人咧录音，即阵已经有制作团队 ，Podcast 的内容嘛愈做愈丰富，愈行愈知，厝内人拢真支持，嘛真欢喜会当甲鹿港腔的特色推广出去。咱即摆嘛支持囡仔要做啥，咱就甲支持啊，而且佫是甲咱鹿港腔甲伊发扬光大，真欢喜啊！因为是讲伊凊彩舞舞的，佫愈会。系啊，所以规家的人拢超欢喜的啦。刷后一步，我希望讲会当带落鹿港腔的台语去到全世界，用台语去甲全世界的人交朋友安尼。因为我感觉讲人啊，足奇怪，咱就是要离开家己的家乡，咱才会感觉讲原本有的物件是遮尔啊珍贵，遮尔啊甲咱无共。王基凯表示，未来希望当去东南亚国家，也是日本，每一个有台湾人社群的国外去访问交流，希望透过声音的力量，让更较侪人熟悉在地腔口，卖当了解台湾甲国际当地发生的万事万物。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晡3点，咱再会。